港姐冠軍宋婉穎早前就成功喺無線全新綜藝節目《播音女團》打入16強，正式成為練習生。佢尋日就喺社交網發文抒發感受，透露最近嘅角色係女團練習生，時間已經全部被練歌練舞塞滿，坦言已經推晒所有聚餐私人行程，進入完全同與世隔絕嘅狀態。佢就話有時候一個動作對住塊鏡重複無數次，一個小表情都要設計到好多次，一首歌練到聲都沙埋，身體亦都偶爾會鬧點小情緒，扭親腰隻腳廢咗都係日常。最恐怖嘅係眼睛四周嘅皮膚全部過敏，超級影響上妝。但係其實每次企喺塊鏡前面睇住大家同埋自己逐啲進步，就覺得一切都值得。宋婉穎就坦言訓練日子雖然令佢好疲累，但係都係自己第一次感覺到咁踏實，咁清楚自己為咩而努力，仲話好享受呢種全身心投入嘅感覺。